原本只有4到6米宽的新道路，也经过市府1年外拓宽施工，目前转线大约是12到15米宽。为了疏解拓宽后拄到第一个致命的扫盲车潮，园林美院上午嘛也是市府殡葬管理所以及交通警察单位共同伫个南都宝塔头前来会勘，希望市府做好交通管制甲规划，互民众会用个提早因应。对此，市府交通局嘛回应，相关的配套甲停车已经拢有规划。再过2天就是清明扫墓了，我们希望在交通上面能够通畅无阻，让扫墓的人能够很快的进来扫完墓，能够很快的就是离开这个地方。第一能够也可以顺便就还义的，尽量不要在现场就是逗留啦。那在交通管制上面呢，交通局也配合了就是我们的殡葬所，还有各个业者，包括南都宝塔，还有富贵南山，还有崇孝塔这个部分都有去做。我想今年我们看到在新都路的道路已经开辟完成，已经是4至6米的道路，现在已经12至15米的道路了。所以现在能够提供2侧的停车，将近400个就是停车位。那当然旁边也有一些就是停车场在外围哈。那这一次我们希望说在警力方面也好，还有派出所这边也好，还有业者也好，能够全力来配合啦。今年因为拓宽之后，我们又有公告两边可以开放停车。那依据我们的那个长度来观察的话，大概有1.3公里那2侧可以停的话，大概总数可以大概停400辆左右。那另外在接驳车的部分，我们有在那个就是大成路那边，我们有那个一个免费停车场。那另外在水交社里面也有一个私人的停车场，那总共有200多个停车格，这个也都是民众可以去使用。那我们现在就是也是呼吁啦，一方面也是建议就是说，我们富贵南山这边可以协助做一些停车的导引。我这边建议就是说，靠近我们这个富贵南山的门口附近这是天都。对，天都请他们就是协助一下，就是说机车尽量就是在比如说大门周边大概200-300公尺让机车去停。那再往远一点的地方，就是让他们去停汽车，才不会说机车到处停，然后结果汽车就停不进来。虽然市府进前呼吁民众提早备忘分散人潮，加上民间宝塔分散人潮，进入的民众一定要量体温、挂喙罨。虽然今仔日不是假日，不过新道路的两边也是停满民众的车辆，加上宝塔附近的道路，阁是一个大长弯。议员嘛呼吁，希望连续假期，警察局要加派人员来疏导，避免长弯的时间造成车辆加人员的意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